2档一摆的渔光岛艺术节将伫咧3月24号开展，今年是第4届。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特别举办记者会，为活动做宣传。市长恩伟体也特别出席，来邀请民众进入渔光岛，欣赏海景甲艺术之美。我们很多台南市民朋友们已经把渔光岛当做一个非常让人家可以最亲近的一个海滩了，就离市中心区那么近，但随着庶民的生活以及我们艺术家的视野有不同的诠释，在各位老师的诠释之下，有非常非常让人惊艳的一面，也可以让一般民众看到每次的渔光岛艺术节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今年首度以双7点的模式进行，7点零由都市艺术工作室徐超甲独立7点零放水节担任，分别规划艺术第2座小岛以及中华地海之岛双主题，再来14件艺术作品，同时结合音乐、舞蹈、电影等多元活动，引领民众探索属于渔光岛的艺术甲生活。我想这一次2个不同的策展人其实有不同的一个风格，那所找的艺术家其实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艺术的对话也好，或是艺术的冲撞也好，也象征400年来，其实在这一块土地有不同的族群在这里交融也好，激荡也好，堆叠出台南多元丰富的一个文化的底蕴跟面貌。开幕活动就伫咧3月26号，展览一路展出到4月16号，期间有节无同的系列表演甲市集，非常的精彩热烈。文化局提醒，活动期间每一日透早10点到下晡6点会进行交通管制，请民众多加注意。台南市文阳社会采访报道。